老主座，给你老让了几把个时候，俺老等人。俺没做样，老主座，没去给来顿接线那王，但把当中个你真的，从没去了对我当贵个钱一点。老主座，当俺今年的老钱的弄得做了几大。中彩那天，上。人多比年母肉，对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我们家6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工作，维持生计，生活过得很拮据。母亲常安慰家里人，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、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。父亲是汽车修理厂的技工，技术精湛，工作卖力，深得老板的器重。他梦寐以求的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。咱们住进你半个月了，我从个咱们主播阿皮离谱可难了订阅呗，错话还用我不言。阿妹对劲啊错了。假使没是用这种话当，越对用话是因呐，让你啦今儿咋接就越把当站着一送。你阿怕呢，龙口西所空个李祖把是因啦，老早也不越把当，离得内幕这边，从到给正统全部写就越。可能用让你啦往为龙口是越呐，这马上上是越。当中的呢，他呢三把加进度。诚实、勇忠、信用、约定。母亲常安慰家里人，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。母亲常安慰家里人，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。阿妹对劲啊错了，假使没是用这种把当，越对容话是因呐。让你啦，今儿咋起是越把当站着一送。阿妹对劲啊错了，假使没是用这种把当，越对容话是因呐。让你啦，今儿咋起是越把当站着一送。俺今年的他年这些过来几大。诚实，诚实是指言行跟内心思想一致，指好的思想行为不虚假。用中些话呢，上把当学把真的也不对，用这种么也不对。信用，信用这儿是指能履行跟人约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。越单些话呢，那你没人啦，开龙比担当，但啦你特别有趣了些。黑的些嘛，给你们讲一个古代讲信用的小故事。韩信落魄的时候，一个嫖母给了他饭吃。韩信离开他的时候，告诉他以后一定来报答他。后来韩信做了楚王，不忘旧恩，奉黄金1000两以谢嫖母。但我今年的今天啊，诚实，诚实，勇忠，勇忠，信用，信用，约定，
月短，母亲常安慰家里人，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。母亲常安慰家里人，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。阿妹对着我错了，假使没是用这种把当，越对容还是严呐，让你啦越诺咋起是越把当然着一送。阿妹对着我错了，假使没是用这种把当，越对容还是严呐，让你啦越诺咋起是越把当然着一送。老朱错，对人个名气下巴那些题，大举起来啊！老朱做，我个家一闹，越担心比自己更热。B 信用呀，要么热的冷这种啊。眼睁瞪着主播姐，俺都娘的。第二个期间早插进店里，张把笔短短了，就练习些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，我们家6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工作维持生计，生活过得很拮据。母亲常安慰家里人，一个人只要活得诚实、有信用，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。父亲是汽车修理厂的技工，技术精湛，工作卖力，深得老板的器重。他梦寐以求的是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。臃肿，臃肿，诚实，诚实，越短，越短，信用，信用，老朱错，对人个乱等等的长久经，大切的。再见！欢迎大家扫一扫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2维码，成为我们的粉丝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。这不节，我最连载着参与公众这时间里，我最连载的后呢，连续也能不些连比过个月。